上新的发展，赶紧要来关心，这是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蔡心如拄才已经发表郭台铭的声明，讲伊要退出去国民党。伊嘛讲到国民党党内连署的名单内底有人是正做错秘讲流弊话。上新的情形，咱赶紧来听蔡心如上新的讲法。今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那个国民党大佬们的那些广告嘛，哦，那针对这个广告，我们其实内部讨论一阵子，然后郭台铭先生也有发表他的看法，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哈。那比较正式的，我们在下午会再发给各家媒体，因为我刚走过来蛮喘的，等我一下哈。那我现在开始讲啊。看到这一份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的声明，郭先生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？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？因此，我们更担忧的是，如果这些30年来同一批人还在为台湾把关，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，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。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，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，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郭先生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。即日起，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。好，我们两个问题。所以是针对这份声明的话，其实也有蛮多人是立委的。这部分我们不方便置评，但是这些人大家自己心知肚明，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？所以现在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反弹的声浪，甚至是中常委出来喊话，这也是郭董退党的原因之一吗？其实郭台铭先生在这个简单的声明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当时他重回国民党，其实就为了这个初衷，但没有想到这个政党毫无改变，依旧还是迂腐的想法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表达这样的立场，也跟各位大家来说明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选了吗？已经要宣布参选。9月17号之前会给大家答案。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关于联署的部分吗？因为联署的话，9月19号才正式开始，所以可以说到是9月19号正式起跑。我们9月17号之前会给各界答案，不管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一定会让外界清楚。那会退回党政吗？下午我们会给各位媒体一份非常完整的说明跟声明，然后非常清楚的表达我们的立场。好，当时还有马前总统有跟马前总统聊过这件事情吗？我想这是郭台铭先生他的立场，还有他自己的坚定的意志，这跟马前总统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是跟国民党撕破脸。这看外界的怎么解读，但是我一再强调的是说，这是国民党这应该是郭台铭先生自己对于这整件事情，还有这么长久以来他的心境的表达。之前有这个帮忙国民党渡过难关，甚至是有些金融的部分，他们说已经还了，是真的吗？这部分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哦，因为其实在声明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有一些中常委很迂腐、很守旧，一直在把持这个政党，那跟郭台铭先生当时重返回国民党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那这部分我们表达很遗憾，也很痛心，所以郭台铭先生才会发表这样子的声明。有国民党立委说，就是这个言辞比较激动一点，说如果郭董如果真的是这样敌而无信的话，就是对他不好意思，这方面我们就不评论了，因为声明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会给大家完整说明。